品风格时尚前卫，最擅长现代简约、低调奢华等风格。今天的幸福魔法师马健凯要带领我们进入视觉的震撼哦。看过好莱坞的科技电影吗？没有想到啊，居家空间也可以营造出这种未来科技感哦。有很多幸福空间的忠实观众朋友啊，每次碰到我的时候，都有时候已经不止一个了，好几个都跟我谈到说，你知道马健凯的作品吗？我说我知道啊，很前卫时尚啊，然后很有个人的 style， 他们也是这样认为。可是接下来都会问我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空间很好看，但是好用吗？他都没有讲有收纳的部分呢，很多人都对你有这个印象，对不对？对啊，刚好最近有很多的客户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会反映说，他很喜欢我很前卫、很时尚的风格，可是好像完全没有收纳。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想要介绍一下我的那个设计的风格的特色，这样子。第一就是说，我的作品除了很时尚前卫之外，对跟客户大家都所知道的。然后第二就是我所有的收纳，我全部都会做隐藏式的，都无手把。然后可能是隐藏的太漂亮，隐藏在空间当中，所以客户会感觉好像都很漂亮，可是都完全没有收纳。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所有的门全部都会做到天花板。像一般建商可能都做210公分，可能那很格局会比较小，所以我的门都会顶到天花板。然后像厕所的暗门，我全部都会做暗门去处理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个房子坪数大概是29坪，所以29坪之内要完全把你的风格表现到100%。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就是说我必须在把29坪内把我个人的风格特色都表现出来。像一般的屋主就会反映说，他好像看别家设计公司就是木皮。然后如果预算好，可能就整间大理石就弄上去，就他觉得没有什么层次。然后我的特色就是我会结合一些玻璃、镜面、灯光、铁件、不锈钢去营造比较有层次这样子。空间整个的时尚氛围就是这样堆叠出来了。没错。好，观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带你先开门，看到玄关那个部分。你如果没有发出啊的尖叫声，那么我就觉得我就熏掉了，因为我开门的时候是怎么会这样？去看看。你看吧，有没有发出尖叹声？我的妈，这个真的很少看到，这是屏风吗？没错。它感觉很像是我们在看一些科技电影，然后它是很多 X 光束是这样子交错的，然后感觉上我的手如果过去会这样，有这种科技感在里面呢。其实这个来源是看那个好莱坞电影院，就看那种立体未来感的那种电影。然后会看到，那种光线我就可以结合在室内，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实验，就调了很多板子，然后灯光去营造，看怎么去做。你朋友来过，应该每个都对他很惊叹吧？对啊，第一眼就吓到大家，真的第一眼就吓到了哦。没错，你好像没有刻意想要营造一个玄关的位置，可是在意念上已经界定出来了。对，因为其实玄关区没有太大，我觉得如果一进来遮住，像传统这样整个木座或玻璃遮住的话，那玄关就挂掉了，就整个空间变小了。对，所以我希望就是视觉可以穿透，可是那个未来感、那种科技感一定要做出来，这样。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你是很时尚、很现代感的一个设计，现在还把未来科技感给融入了。对，没错。好，那你知道吗？这个空间29坪，可是感觉是很放大的效果，是因为它这整个墙面是一直延伸到电视主墙。对，就我不希望就是说玄关区归玄关区，电视墙归电视墙，我觉得这样子格局做起来会很小气。所以我在设计的概念就是说，我是做一体成型，我的立面设计是从一整道整个过去，然后做很多虚实的变化，要做隐藏。就是说，例如我这里有一个镂空，这里是实，这里是虚，然后上面的柜子是实，下面也是做镂空做虚，这做很多虚实的变化。好，你刚开始想要就是让自己证明给大家看，你的收纳的部分有吗？对，像如果我这个不带到，大家又以为没有收纳。对啊，像我这一整排全部都是暗柜，然后我用了10种材质，就为了要做暗柜处理，我用了10种材质，然后做了很多虚实的变化，把那种暗柜的方式把它做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各位，其他所有的柜面都打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小马在这种很时尚科技感的外表之下，它还是有兼顾实用功能哦。不要再怀疑，不要再问他这个问题了。没错。小马，你家的这个餐厅空间感觉就像是一个顶级时尚 lounge bar 的包厢，就是超级 VIP 才可以预约的耶。没错，就是当初做这个的风格哈，我喜欢呈现一些 lounge bar 跟带奢华的味道。然后像一般的餐桌，如果放上去，可能就没那个味道。对，所以定制家具没有 feel 了哦。对，没错，所以我是故意走我设计的风格，这样就是说我整个餐桌都是我定做。对，像这里是不锈钢，卡
玻璃，再卡 LED 灯，对，去做到那种灯光的营造这样子。感觉这张餐桌是从墙壁这样子延伸出来到这里的。对，像这个是整个悬空，其实结构上也都有特别去加强。OK，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的材质用的也还蛮多元的因为好比你身后的文化石，我觉得文化石我就会想说它跟前卫时尚的这种空间，你怎么会把它融在一起？对，就我希望有那种味道，像文化石的部分，我觉得整片如果贴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单调。所以我是故意砍那种镜面不锈钢。然后砍这镜面不锈钢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其实建商原有设计的电箱就在这里。所以我故意做这种几何图形的层次，把那个视觉立面的效果，把层次把它拉出来。其实站在客厅那个角度往这边看啊，会觉得那2块其实是镂空的。对，没错，有那种感觉哈。那聊一下你在你这一区餐区天花板你的想法。对，我希望把它那种奢华质感的味道拉出来，所以我天花板是整个做灰烬，然后要有那个质感出来，所以我每一块灰烬都去特别做5分边的处理，对，然后之后上面打一盏特别比较定制的那种水晶吊灯，对，然后把我们那种奢华的味道拉出来。现在这里像我身后这一根大梁，然后那时候我来监工的时候有来看，哇，觉得那个立面的效果会很压迫，会截断，对，会有点截断，所以我是故意做灰烬，有点 L 型这样折下来，然后感觉我们的层次也更有，然后顺便把那根大梁去把它立面，把它消除掉压迫感，感觉它跟天花板就是天生就是融为一体的，就不觉得有梁的存在了没错。换一个角度呢，从屏风的这个地方往这边看过去，那时尚感、科技跟未来感更浓没错，我希望就是进玄关，客人一进玄关，就马上呈现那种很震撼的那种味道。对，所以我就是故意去做下面镂空一个灯箱，对，然后做整个镜面不锈钢的框架跟这个特殊的材质这样子。有了那个亚克力的这个灯箱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屏风从下往上，它的颜色跟光线都是渐层的，对，就这样慢慢上来的。没错，而且晚上灯关起来的时候，如果只开这2道灯光的话，那个整个空间的震撼度很强烈。我觉得晚上你可以开始售票，因为这个 VIP 的龙举吧真的感觉氛围会非常好没错。你刚刚有聊到啊，你就是从玄关进来，一直到电视主墙面，这整个墙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对，就整个立面做规划这样子。但是你刚好说10种材质，算一下给我听，有哪10种？就灰烬、明镜、黑烤、乳白亚克力、文化石、然后银湖、镜面不锈钢、然后黑玻、木皮跟一个特殊的材质。这就是我秘密不能说的。OK， 所以你用这种不同材质去堆叠，让这个空间的感觉层次感更棒了。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之前我做收纳都花很多心思，就被客户误会，我觉得这样就很吃亏。就阿宅哈。对，其实真的，我证明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帘打开，这里面真的全部都是收纳的空间。你知道我觉得你还细心在哪边吗？像我通常这个门片关起来，这种门板厚度的侧边，一般不会做这么细，还把它包起来的。对，没错，师傅也是哇哇叫。你是不想要有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破坏整个它整体的美感。对，我希望隐藏就做到人家看不出来这样子。不要再说我们没有做收纳咯，我们收纳是隐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没错。来看一下沙发的部分，客厅的这个也是你自己设计画图的，对不对？对，这我自己设计，就是一般像沙发的旁边一般都会有茶几嘛，可我觉得如果进门放茶几，那味道就会很差，所以我故意就是做，沙发一体成型过去，茶几这样卡进去这样子。所以这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茶几了，对不对？对，就是跟沙发做结合，然后为了要增加它那个氛围，所以我就上面吊一盏奢华的水晶灯，这样掉下来，把整个空间的营造那个质感再向上提升。所以这样子看来，在客厅的部分，你并没有做一个主灯哦，没错，焦点放在这儿。对，就是增加它那个质感这样子。像我天花板部分，就是像玄关入口的部分，就是做黑白的层次，然后餐厅的上方就是做灰烬，去做一些折射、反射，让那个奢华的质感更好。然后主灯的规划就是餐厅一盏水晶吊灯，跟客厅的这个地方一盏水晶吊灯做串联，然后整个视觉的那种奢华度可以整个向上提升。你知道从我这边我就可以看到啦，你玄关上面的那个灯哦，不只是你有做这个黑色线条的灯槽，你连侧边都没放过哦。对，没错，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瑕疵在。所以你是希望我们进来从每个角度看你的空间，它都是完美的，然后是挑不到缺点的。对，没错，就是这样哦。
小宝很喜欢在你家这客厅整个墙面这样走来走去，因为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我，然后一直变换在你不一样的材质里面，很有层次感这样。对，没错。对，然后我在这道立刚有讲到我这道立面的规划，其实我做那个隐藏式的收纳是可以是整个做起来，把它做满，对不对？对，做满，可是让我觉得那个质感会出不来，层次出不来，所以我故意在这一区做镂空断开，然后我选一个很精致镜面不锈钢的饰品跟底座，然后去把我们这里的质感拉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刚好这是我们的走廊，我可以做双端景，这里一个端景，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端景，刚好中心点切中心点这样子。OK， 我想知道说你当初在拉这个空间的这个色系主轴的时候，其实不复杂哦。虽然你材质，我们看到光是这样一个墙面延伸过来就用了10种材质，但我不觉得眼花缭乱。对，就是说我的定位就是很明显，就是很时尚，所以我的定位颜色就是黑、白、灰、镜面，对，然后配一些不锈钢、水晶灯，把那个质感再向上提升，这样，不会感觉很匠气，都是木作啊，这样子就很无趣。小马的设计里面啊，有一个最拿手的强项，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你空间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玻璃屋。那这个玻璃屋可以跟每个空间感觉都是可以连接的，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是一个多功能房，就大家可能一看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展示间，其实它是有兼书房兼客房的功用。然后书桌的设计概念就是做比较连续性，像我觉得一般的书桌放上去，那个整个味道氛围就会比较没那么好这样。你这样子斜角下来啊，跟你的餐桌也是这样斜角下来，就颠覆一般我们对桌子的印象了。没错，而且这样入口进来压下来的话，它那个压迫感会比较小。如果你是一开始餐桌高度拉很高的话，那压迫感就会比较重。你这片并不是像可能整片玻璃到底，你还是有2种材质在。对，就是我一样需要有那种虚实的变化，所以我在沙发背墙那一道我是剖斜面，对，然后外面包覆不锈钢，然后做我们的公司的形象主墙，然后内部的话就是做壁纸，去做那个颜色的层次这样子。所以从那个客厅这个面往书房看过来的话，还真的是整个线条还是有维持你那种拿手的不规则。对，而且这间也很实用，就是说像我们这一排身后这一排，全部都是做暗柜的处理。真的。对，然后我为了要做暗柜的话，要做就做到看不出来，所以我做了很多上下去吸 LED 灯光，然后上面又打间接，然后做很多垂直水平的线条，对，然后要把这些暗柜全部做隐藏，连把手都是隐藏的哈。没错。至于实用的功能，还要再多一个客房的功能。对，没错。像我身后这张床，也是隐藏式的，像它整个往上掀，就整个是立面是一体的，所以跟这种线条的面就是一个完整的墙面。对，就为了要做它隐藏式，所以我做了很多几何线条、垂直水平，然后上下灯光去洗，然后再打光晕这样子去做它那隐藏式的效果这样子。不过你还蛮贴心的，就是既然是客房嘛，既然是这样子可以藏起来这种床隐藏式的，可是还是有床头啊。对，就我希望不管隐藏跟不隐藏都要那个质感跟品味出来，所以我特别还去定做一个床头绷布，然后床头后面兼顾实用性，我有做一些类似床头柜的功用，跟读书灯这样子。真的很细，而且一个细的地方啊，可能要特别提才会看得到。这次你看我们这个玻璃屋整个架高嘛，它包边的部分。对，我包边是特别去定做那个镜面不锈钢，整个把那个镜面的质感再向上提升，这样。有啊，每个角度看过去其实都是漂亮的哦。就很精致。其实，在你这个书房跟多功能房的正对面，这其实是它的厨房。可是我发现你连厨房都，还是要维持一贯你的设计主轴跟风格。其实我当初第一开始进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只有感觉到就是压迫感，然后因为压迫感很重，所以我在一入口的地面，我做了一个很精品的展示柜，我全部都是用玻璃镜面做的一个展示柜。然后因为看到那个玻璃的厚度，我觉得那质感会不好，就一进门看到那玻璃绿色的边，所以我整个绿色边我全部都定做镜面不锈钢，把那个边包起来，对，包覆起来。其实我们一般印象概念里面厨房里面的收纳柜肯定不可能像这个这么精致，而且一定是四四方方的。你现在给它拉了一个不规则的线条。对，就是最主要就是第一视觉上比较有强度，然后之后顺便跟我的沙发背墙去做呼应，这样子。OK， 现在大家看到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其实是走道，可是你的走道也做的跟你的这种墙面感觉都是融在一起的。对，我当初规划就是这个隐藏门的话，我是做 L 型，
整个这样一体延伸到这个长走廊上。然后其实这个几何线条里面藏了3个暗门，3个暗门哦，而且都看不到门框的。没错。刚才我们有说过，电视主墙的部分你断了一个做端景，相对位置的端景，哇，又是科技感的。对，没错。就其实，在设计这个长走廊端景困难度很高，就当初一开始建商并没有留端景的空间给我，所以我墙有稍微动了10公分，然后也不能动太多，因为再动过去就是动到厕所，对，然后我就必须在这10公分里面把那个质感做出来，竭尽所能，绞尽脑汁，你一定要想一个 spatial 别人没用过的，所以我就是找了一个特殊的材质跟灯光结合，我这10公分就可以把那个整个端景的味道都做起来，而且是整个很立体、很有生命力的那种味道。我刚刚走到那个端景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有那种错觉，有那种3D 的效果，就是你的手要去摸，可是你会抓不准那个位置，未来空间会不会吸进去？对，就会这样就进去的感觉。而且它那个灯光打出来是有点弧线不规则，有点层次渐层这样。小马，你的主卧室就是要打造到顶级奢华，然后别人都追不上你才开心，对不对？没错，我一定要让人家一进来就是惊艳，对不对？对，惊艳！你要先讲这个给大家听，大家一定会觉得超棒。对，没错，就我希望把那个奢华味整个拉到极致，所以我特别去挑一些特殊的镜面马赛克，它每一块都是磨非常倒角的立面5分角，然后水晶灯打上去的话，那整个折射光晕会整个非常的奢华这样子，就像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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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卧室最重要的就是2道墙，第一道就是电视主墙，另外一个对，第2道就是床头主墙，床头其实我做了很多的黑，就是要拉床头的白。然后床头的主墙上面有镶痕，每一颗都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就把那个折射跟质感都拉出来。睡眠的这一区主要是以黑色为主，但是我喜欢你的更衣室，这是你最擅长的透明明亮的一个玻璃屋的更衣室。更衣室的话，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空间没有很大，我那时候其实看也是觉得很压迫，所以我就是整间更衣间的4面全部都是做镜子，全部镜子都做5分边的导边，把那个味道去做出来这样子，对，然后空间也明亮啦。对，做很多灯光的处理这样子。那你有主卧卫浴吗？有，也是做暗门处理。在哪里？像右边的那一个地方，其中一块大的穿衣镜就是主卧室的卫浴。我想今天看到你这个作品，然后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现代时尚奢华呢，又推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空间当中想要有这么一点未来科技感的话，小马今天的设计真的很令人赞叹，真的很不错。你下次要更挑战自己了，要再超越了。会一直进步的，会一直进步哈。没错。OK， 今天非常谢谢小马了哦。谢谢。